说今天来向鳌拜汇报的人，会不会是我们明珠谷的人？很有可能。反清联盟下有10几个组织，明珠谷是规模最大、威信最高的一个。更何况，通辖的秘密就是从明珠谷泄露的。如果是明珠谷的人，会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？你觉得会是谁呢？谷中的兄弟，都是我们相处了10几年的亲朋好友。我不敢乱猜。朱哥哥，我好紧张啊！嘘，小声一点。此人脚步轻微，武功很高，不能让他发现了。朱哥哥，您说这个人把自己装扮成这样，连身材都不敢暴露，可见他比其他人更加谨慎，更怕别人认出他来。我心里有种预感，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人，而且跟我们非常的熟悉。先不要乱猜。此人既然是咱们自己人，应该已经知道，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，但他还敢贸然前来，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交给鳌拜。等会儿他出来的时候，你悄悄跟踪他，弄清楚他的身份。好，我再想办法去暗杀鳌拜，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情报交给康熙。出来了。环梅，此人武功在你之上，你千万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。如果被发现了，马上放弃任务逃走，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朱哥哥。你还不知道我吗？从小我胆就小，我肯定不会跟他正面发生冲突的。倒是你，鳌拜的武功很高的，你可千万注意自己，别受伤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，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世上。行动吧，小心。人呢？哎，糟了，我又把人给跟丢了。朱哥哥又得看笑话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想不到鳌拜如此谨慎，他与手下往来的信件，全部都是用密语写成，其他人就算是拿到了，也看不懂。
内院好像有动静。哎，没听索大人吩咐吗？今夜不管发生什么动静，都不许吱声，知道吗？这边走。幸亏老夫早有防范，要不然真的就中了你的暗算。看我的李家独门飞镖！可以啊，居然全都接住了。你这发暗器的功夫太差了，哪儿学的功夫？简直丢你师傅的脸！我刚刚逗你玩的，现在才是真格的。看招！李剑清，原来是你！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功夫还真是不错。鳌拜，你号称大清第一高手，却不知我中原武林高手如云，武功在你之上者多如牛毛。今夜，康熙派我来杀你，束手就擒吧。李剑清，你就不必再费心挑拨老夫和皇上的君臣关系了。你今晚来行刺老夫，不可能是出自康熙之意。你就那么相信康熙不会出尔反尔？他有多恨你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康熙小儿恨老夫入骨，一心想让老夫死，但是以康熙的城府，他更加清楚，眼下还不是杀老夫的时机。你对朝廷的价值，无非只剩下你所掌控的情报网。康熙将你革职软禁，天下皆知。你的那些手下，早就惶惶不可终日了。他们暂时还肯效忠于你，一来不过是受了你大补丸的控制，你的余威还在。但实话告诉你，大补丸的解药我已经解出来了。什么？你现在可以解大补丸的毒了？若非如此，我跟易欢怎敢公然跟你翻脸？想不到啊，你年纪轻轻，不但武功高强，这医术之高明，也是老夫平生之仅见，可真是了不得呀！这第二是你的那些手下，跟朝廷还没有建立起联系的渠道，但是以康熙的智慧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让你那些手下主动去投靠朝廷，到时候他们直接建立起了联系。你以为康熙还会留着你这条老狗吗？抓不住我的，快回去吧！好人命，好人命！小女子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这样差，还敢逞能？好害，好害！你再饶我一次吧，我这次真的不敢了，我真的不敢了，真的。眼下局势混乱，处处都是陷阱杀机，你个小丫头，还是少掺和的好。快回去吧！李剑清，你和李一欢兄妹二人，都是来自明珠谷的前明余孽，你们二人的存在，就是我大清的一大威胁。鳌拜，你最好想清楚3件事情。第一，眼下我们兄妹直接威胁的是康熙，不是你鳌拜。第二，康熙信任的是我们兄妹，不是你鳌拜。第三，康熙最恨、最想杀的，不是我们兄妹，还是鳌拜你。你今晚见的那个穿黑色斗篷的人，
就是你安插在明珠谷的奸细吧？是又如何？虽然你的功夫不错，但若想杀了老夫，恐怕没这么容易吧？若是老夫把这些机密上交给康熙，那你们兄妹二人的死期可就到了。你真要把这些机密告诉康熙，你说他是会相信你呢，还是以为你又在挟私报复？就算康熙相信了你，把我们兄妹都给杀了，若是没有了我们这些所谓的前明余孽，你觉得康熙还会留着你这眼中钉吗？小狗子，那咱们不妨就来做个交易吧。以后你就不要再算计老夫了。老夫在上报给康熙的时候，也绝不会揭穿你们兄妹二人，如何呀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惠妹，朱哥哥，惠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只不过人被我给跟丢了。人没事就好，我这边也失手了，估计那个内奸早就算准我们会去行刺鳌拜，提前把我们特制的迷药解药给了鳌拜，鳌拜早有防备，我没能杀得了他。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你这么关心我，就算受伤也值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跟鳌拜不相上下，他杀不了我，我也杀不了他。朱哥哥，我跟那个人交手了，我觉得他武功的路子跟我们明珠谷很像。你怎么跟他交手了？我不是让你远远跟着，不要动手的吗？哎呀，跟踪人不是没经验吗？我去跟踪他，被他发现了。不过好奇怪啊，他明明好几次都可以杀了我的，可他最后都手下留情。虽然他用黑色斗篷把自己的身形全部罩住了，我看不清他的身形是什么样的，但是从他武功身法和揭发暗器的路数，我感觉他就是我们明珠谷的人。看来这个人认识你，所以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有没有听到他说话的声音？他是用假声跟我说话的，但是他用假声的方法跟咱们平时学的变声技法是一路的。我敢断定，这个人不仅是我们明珠谷的人，还是我们非常熟知的人。这个人究竟会是谁？这就是鳌拜的手下传来的密信。是，这密信上的内容啊，全部都是用暗语写成，孙儿无法认得。虽然鳌拜也上了折子，解说了密信里的内容，但是孙儿也不知道他所说的话是否属实，不知道是不是从中做了什么手脚。孙儿想，皇祖母见多识广，也许能认识，所以啊，就特地拿过来给您看看。哎呀，哀家又不是神仙，哀家也得好好的琢磨琢磨。皇祖母，虽说这鳌拜多年来肆意妄为，但是啊，一直对皇祖母敬畏三分。他呀，一直嚷嚷着要见皇祖母呢。鳌拜的性子，哀家是清楚的。他要这个时候来见哀家，那不仅是不交出情报，还一定会搬出曾经怎样救过太宗皇帝的命啊，曾经铲除多尔衮那些陈年旧事啊，倒让哀家为难。不如冷他个半年，让他自己好好的反省反省。待半年以后，鳌拜的锐气磨得差不多了，认清现实了，那个时候哀家会亲自去见他，让他自觉地交出他手上所有的情报，才可奏效。皇祖母说的有理。皇祖母，孙儿还有政务要处理，就先告退了。好，那你就去吧。这李氏兄妹可有什么异常？回太皇太后，
这李氏兄妹一直尽忠职守，没有什么异常。不知为什么，哀家对他们二人真是有些不放心的。你要继续替哀家看住他们二人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奴才明白。这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，竟敢行刺中堂大人？中堂大人放心，我把这帮守卫狠狠地骂了一顿，罚他们半年俸禄。真是气死我了！中堂大人放心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守卫您的侍卫，我会让他们增加1倍的人。有劳索大人费心了。应该的。回去禀告皇上，罪臣这点伤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那就太好了。中堂大人，这皇上一直都记挂着您。既然中堂大人身子无碍了，我想皇上也可以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现在这太医院里面医术最高的就是李太医了，要不要请他来，也给您老人家瞧瞧身子？这要多谢索大人的好意了。老夫这点小伤，哪儿好去惊动李太医呢？那好，既然中堂大人身子无碍了，那我就回禀皇上，索额图告退了。索大人，请留步。你们带着蔡太医前去开方，其他人都先退下吧。是。告退。啊。既然这个奸细是明珠谷的人，那他昨晚一定向鳌拜泄露了很多机密，包括咱们的身份。幸亏我跟鳌拜暂时达成了协议。他今天上交给康熙的情报当中，除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等3藩王的信息，还有朝中一些大臣们的信息，没有我们反清联盟的。哎，那吴三桂那边有什么动静啊？不知道。鳌拜这个老狐狸，他和手下密探们的往来信件，全部都用暗语写成，我根本就看不明白。他呈给康熙的密折，也是通过索额图的手传递过去的，我也没有办法看到。哎呀，到手的铜匣不翼而飞了，李公公的嫌疑已经排除掉了，那还能有谁把这个铜匣给调换了呢？朱哥哥，我一想到我们身边危机四伏，我就觉得瘆得慌。想到我们身边危机四伏，我就觉得瘆得慌。你别担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的话，我就算拼了性命，也会保护你的周全。朱哥哥，我不要一个人安全，我要大家都安全。我现在有点后悔了，早知道在明珠谷的时候，我天天跟你们好好用功了，也不至于现在拖你们的后腿。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不过，这也算是不错的进步了。等完成了剩下的任务，我就陪你回明珠谷，陪你好好的把之前欠下的功课都给重新补上。等你各方面技艺都练到家了，我再陪你来江湖闯荡。哎呀，我只是那么一说而已。你现在让我回去勤学苦练，我觉得我也做不到。嘿，现在这屋里只剩下你我2人了，你告诉老夫实话，昨天夜里李太医来行刺老夫，你是不是事先就知道？要不然老夫这屋里传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外面巡逻的卫队为何会一个都听不见呢？敖中堂，你要是这么说，那可真是冤枉我索额图了。昨天李太医告诉我说，他只是要进你房间来偷取你的密信。至于为什么你们能动起手来，这就完全没有想到。而且，你是咱们大清第一勇士，你怎么能够让他给刺伤了呢？真是没想到。你别在老夫面前装傻。你阿玛索尼
虽然生前是我鳌拜的大敌，但若他今天还活着，就眼下这个局势，他定会暂时放弃前嫌，与老夫联手，共同对外。而你今天却不顾大局，帮着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来算计老夫。如果你阿玛在天有灵，定不会答应。哼！敖中堂，李太医跟我说了，他是在偷取密信的时候被你发现了，所以才不得不刺伤你，才能顺利的脱身。你我都是明白人，这李太医敢来盗取你的密信，那他一定是在奉命行事。如果我要再继续追问他，那岂不是惹祸上身了吗？你糊涂啊！你可知昨夜老夫已经见到了安插在反清联盟的密探？这个密探亲口告诉老夫，这个李太医和李欢他们兄妹二人就是反清联盟的人。尤其是这个李建清，他的身份更为特殊，他其实就是……哎呀，我不想听，不想听，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敖中堂，如果你认为你说的是事实，而且还有真凭实据，那你尽可以写一封给皇上的密折。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见皇上，你交给我，我替你转呈给皇上。索额图啊，索额图！你休要在老夫面前装聋作哑，行吗？你明明知道皇上对老夫积怨颇深，现在老夫重罪在身，又因那李氏兄妹二人协助皇上擒住了老夫，正受皇上恩宠。现在老夫除了那密探所言，并无证据在手。若此时我去举报那兄妹二人，皇上他怎可会相信老夫所言？他只会认为老夫已经串通了密探，是在栽赃陷害对手，是在打击报复。敖中堂，既然你都不敢跟皇上直言，你凭什么让我去逆皇上的龙鳞？你告诉我，你这安得起飞一石二鸟之心？索额图啊，索额图！你就是个老滑头！若不是因为你和那李氏兄妹二人一样，正受皇上的恩宠，你以为我鳌拜今天愿意低声下气的求你这个政敌吗？哼！我知道你这心里边也清楚，那李氏兄妹二人可疑，但是你不敢表露分毫，你反而会去讨好他们兄妹。现在老夫把他们兄妹二人的身份信息都告诉了你，你就去查证，然后上报给皇上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件功劳啊！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，敖中堂，我也告诉你，我索额图为官，永远只相信一句话，那就是少管闲事，少说话，闭着眼睛夹着尾巴做人。我现在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可以安安稳稳的去伺候皇上。至于别的，我想不了那么多。既然敖中堂身子无碍，那索额图告辞了。我大清的江山，早晚会毁在这些小人的手上。大师兄，昨晚你是贾谊和鳌拜达成了协议，可这鳌拜会不会也是在贾谊应承你，其实是在另寻时机，另做打算呢？太子，看来我们要尽快改变策略了，不能再留着鳌拜牵制康熙，也不能慢慢从鳌拜身上查找奸细是谁。我们必须要尽快除掉鳌拜，否则一旦他想明白了，选择了尽释前嫌，真心效忠康熙，那我们甚至整个联盟都会很危险。我明白，鳌拜必须死，而且越早下手越好。可我的功力和鳌拜不相上下，贸然行动的话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悄悄溜出宫去，我们两个联手，务必除掉鳌拜。好。三叔，本宫倒觉得这鳌拜不像是在挑拨离间，说不定这李氏兄妹
真的是反清复明的乱党，你还是该帮着他，在皇上面前揭发李氏兄妹。皇后此言差矣，那鳌拜现在死里逃生，有站稳的脚跟。如果再让他立下大功，那岂不是又成为我们最大的威胁了吗？更何况他现在手里并无真凭实据，只有密谈的密报。如果他是使诈的，想利用我们去报复李氏兄妹，而现在皇上对那李宜欢又兴趣正浓之时，那我们岂不是中了他一石二鸟之计吗？三叔说的有道理，就怕那李氏兄妹真的是乱党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眼下，鳌拜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，而李氏兄妹只是昼夜之计，为今之计，莫不如先联手李氏兄妹，彻底斗垮鳌拜。这样，我们赫舍李氏在朝中便再无对手了。至于那李氏兄妹，等将来皇上对李宜欢的兴趣淡，我们再除掉他兄妹也不迟啊。在处理这些事情上，三叔比本宫有见识，一切就听三叔的安排。只是你也要千万留心这李氏兄妹，别让他们真生出什么事来。是，皇后请放心，我一定会紧紧地盯住李氏兄妹的。焕儿，你去引开卫兵，我和太子去杀鳌拜。知道了，六师傅、朱哥哥注意安全，小心，小心。你们几个在这儿，你们跟我追！大胆妖贼，滚！老夫乃大清第一勇士，敢害老夫，我今天要把你们剁成肉酱！李宜欢，你敢骗老夫，我这就送你上西天！你是谁？啊，康熙小儿啊！我就知道你要来暗算老夫。好啊，你忘了老夫救了你的爷爷吗？啊！我还替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了江山。好，砍刀！康熙小儿，今天老夫要跟你同归于尽！我杀！刘师傅，杀！看来鳌拜真的疯了。杀！情况不妙，撤！杀！什么？鳌拜疯了？
回太皇太后的话，昨天夜里鳌拜突然发了失心疯，杀了几个护卫和他的侍卫，还差一点杀了自己的姬妾。哼，这个鳌拜，疯的还真是时候。走，带朕瞧瞧去。孙儿告退。奴才告退。这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疯就疯了？你们是怎么伺候你们家老爷的？回皇上，老爷自从前环遇刺受了伤，就有些精神恍惚。昨儿召了太医院的蔡太医来瞧，说是没有大碍，休养几日便能好。可谁成想，昨日睡到半夜，老爷突然嚷着说心里燥热，在屋里大喊大叫，之后就失心疯了。皇上，明丽，你快看看，鳌拜患的是什么病？是。中堂大人，把手给我。皇上，中堂大人不是病，而是中了迷魂散之毒。迷魂散？索图，奴才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这鳌拜的日常起居和饮食，都是由他们鳌拜府的人自行照料的。奴才严格按照皇上的吩咐，从来都不插手。所以这鳌拜什么时候中了迷魂散，这奴才完全不知道。李太医，这鳌拜的迷魂散之毒有解吗？恕臣无能，解不了此毒。哎，皇上，小心啊！万一有诈。无妨。中堂大人不仅心神俱失，还元气大伤，已无伤人之力。鳌拜，你可还认得朕？鳌拜，这是朕赏你的点心，吃吧。点心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你饿了吗？这是朕特意从御膳房里给你带的，快吃吧。好。大胆！那不好吃，不好吃！我要吃好吃的点心，你去拿吧。我要吃好吃的点心，不好吃。李太医，中了迷魂散，可会丧失神智。皇上，从脉象上看，臣只能断定他中了迷魂散之毒。至于心智是否完全丧失，臣也不敢妄断。不过，臣有一个法子，只是这法子有些不妥，臣不敢善用。你尽管试，不管是什么办法，朕都准。臣遵旨。中堂大人，快起来，我这有好吃的。不好吃，你骗人，不吃。哼。中堂大人，我这有道门，你从门里钻过去，就能看到了。老爷不要啊！嘿。
你这道城门，本王一定要钻过去！勇士们，跟着本王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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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胜利啦！我们占领城门啦！皇上，看来中堂大人真的疯了。鳌拜曾经权倾天下，连朕都要忌惮3分。纵然被朕打入了天牢，他也是桀骜不驯。如今连这胯下之辱都能忍，看来他是真的疯了。索图，奴才在。把鳌拜的家眷全部都送到刑部，一个一个审，必须给朕查出这下毒之人。这。李太医，为什么不把鳌拜一下子解决了？这样不比把他毒疯了好，一了百了。不是我2次想要去暗杀他，都没能得手。不是你，那还能是谁？难道会是索额图？这件事情太过蹊跷，以后行事千万要小心，万不可声张。你们就先退下吧。这是。鳌拜居然中了迷魂散之毒，可查出是谁下的毒？此事已经交给索额图去查办了。皇上，哀家知道你极为憎恨鳌拜，未免心太急了些。哦，皇祖母，鳌拜中毒，并非是孙儿下的旨。不是你，那又是谁呢？索额图不是奉旨守卫吗？怎么还会让人得手？孙儿也觉得此事很蹊跷，会不会是鳌拜当初在侍卫中就埋伏了奸细，现在看鳌拜失了势，就不想再受他的挟持，所以就把鳌拜给毒疯了。鳌拜这一疯啊，他手上的情报线可就无处可查了。曾儿，你虽然除了鳌拜，从此大权在握，但你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，不可掉以轻心呢。皇祖母，请放心，孙儿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鳌拜已疯，所以咱们和联盟暂时都已经安全了。所以，我们没有必要继续追杀鳌拜，否则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让康熙怀疑。六师傅说的是，只是鳌拜已疯，我们查找内奸的线索又断了。究竟会是谁下的毒呢？鳌拜被一大堆家眷仆从环绕着，外头又有重兵把守，这个人居然还能有下毒的机会。刑部已经调查好几天了，都没有调查出来鳌拜是怎么中的毒。难道真如李公公所言，是索额图下的毒？因为除了他也没有别人了。如果真的是索额图下的毒，那刑部再怎么查也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可是索额图为什么要毒疯鳌拜呢？你别忘了，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，当年索尼和鳌拜同为顾命大臣，二人争权夺利10几年，仇怨极深。但索额图是一个官场老滑头，谨小慎微。他虽然很想除掉鳌拜，但他毕竟身负坚守鳌拜的职责，应该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擅自毒害鳌拜。索额图会不会是奉旨下毒呢？龙小弟啊，可是龙小弟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毒疯鳌拜呢？我也不清楚。也许康熙是想告诉天下人，鳌拜这棵大树已经完全倒下了，
逼着他的手下另寻出路，这样康熙就有可能接手鳌拜执掌的情报网络了。这个不太可能。康熙城府极深，既然忍气吞声跟鳌拜谈判了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改变主意出尔反尔。在这些大事上，还是大师兄分析的透彻。你们说毒封鳌拜的人，会不会跟调包铜匣的人是一个人？有这个可能，而且这2件事不一定是一个人，有可能是一伙人。不知这伙人是什么来路，不仅对康熙和鳌拜了如指掌，也熟悉我们的状况，甚至还能自由出入这大内深宫和重兵把守的鳌拜府邸。也不知这伙人是敌是友，是友为何不与我们联手？是敌又为何不向康熙举报我们呢？李公公来了。皇上有旨，宣丽嫔娘娘御书房觐见。妾身遵旨。公公，您是不是听错了？皇上从未在白天宣丽嫔去过御书房，只会让我去御书房笔墨伺候的。诗书姑娘，您说笑了。老奴虽然上了几岁年纪，可这耳朵还不背。皇上确实是宣丽嫔娘娘觐见。李公公，那您可知道皇上宣丽嫔去御书房所为何事啊？皇上在御书房批阅奏章，突然间脸色大变，拍案而起，然后就在御书房里走来走去，过了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，然后就命奴才来宣丽嫔娘娘。丽嫔娘娘，随老奴去吧。好。臣妾参见皇上，给皇上请安。不信，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皇上是批阅奏章乏了，宣臣妾过来对议几句吗？皇上怎么了？文心，朕宣你前来，是有一件事不得不告诉你。你爹他，我爹怎么了？兵部急报，山西总兵舒简在护送平西王次子吴应奇一行进京途中遭遇劫匪，永历的部分遗物被劫。
文心，这已经不是一起普通的劫匪案，这背后牵扯到许多重大的机密。你爹现在还躺在案发地点附近的一个驿馆当中，不能移动。要是你爹的……皇上他为了速去速回，执意只带了少量的侍卫，微服出行。可这路上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这么重大的责任，奴才可担当不起啊！皇上呢，他是认为，不可能在深宫中能体察民情啊，更不能够去治理天下呀。故此呢，他这次到山西微服私访，处置2桩大事，顺便呢再体察体察民情，哀家也赞同。好在此时鳌拜已经疯了，朝中的重臣们对皇上已经归心了，又有哀家坐镇，皇上呢悄悄出京几日，谅他也不至于闹出什么大乱子来。可是啊，就怕万一走漏风声，有居心叵测、胆大妄为之徒埋伏在出巡的路上，借机行刺皇上，那可就……放心吧，哀家会下一道懿旨，就说皇上啊要陪哀家闭关1个月，诵经礼佛，为我大清祈福。知道皇上出宫离京的也就只有你我这几个人而已。你呢，多挑几个得力之人，务必在暗中保护好皇上。若是出了差错，哀家就为你试问。这好了，等明儿一早一出宫，朕就摇身一变，变成钦差大臣龙三了。我看到皇上给自己下了道圣旨，封自己是钦差大臣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。想起谁了？我不能说。少装可怜，没有外人在的时候，你的嘴上从来都是不把门的。那我说了，我想到了前朝著名的正德皇帝。他当时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，后来不停地给自己加封，直到最后自己篡了自己的位。你居然拿朕和正德那个昏君比？看，生气了吧？小心眼儿。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典故，就是想在肚子里腹诽一下。本来我不想说的啊，是你让我说的。你看，说完你就生气。正德这个皇帝啊，从来就没有认清身为皇帝的职责，他只是把皇帝当成了一个游戏，
而把天下的人都当成游戏的筹码。他是朕的前车之鉴，朕是绝对不会效仿他的。朕写了这道圣旨，只是为了出宫查案方便。是，我的龙小弟是天底下最好的皇上，是个圣人，是个天子。那个正德就是个糊涂虫，他连给我的龙小弟提鞋的份儿都不配，是不是啊？这话听着舒坦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哎呀，在这宫里啊，只有你和朕敢这么调笑。本来朕想到叔家命在旦夕，齐钥匙又不知道被谁给劫走了，朕的心情很是沉重。没想到跟你说笑两句，心情就轻松了下来。好了，有了这道圣旨，又有了这个如朕亲临的金牌，应该足以应付出宫以后的一切状况了。我来帮你保管。那可不行，你连自己都能弄丢了，我可不能把这个圣旨和金牌交给你这大马虎保管。看不起人是不是？在宫里你罩着我，但是出了宫以后，就是我罩着你了。吹，使劲吹啊！大清朝吹牛不上税。给我，给我！第一次离开京城吧，外面的大千世界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新鲜啊？那当然了，紫禁城不过就是一个人工雕琢的弹丸之地，哪儿比得上这自然风光、秀丽景色呀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。这个是新娘回门，是民间的风俗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外面的大千世界啊，可比你的紫禁城里面有趣多了。朕确实是大开眼界了。不过咱们可不能只顾着观光，还得抓紧赶路。这输送兵的伤势极重，随时有可能不治，朕得赶着见他最后一面。错了！你出了紫禁城就不能老说朕了，得说我。对，朕。说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那你当时冒充龙三侍卫骗我的时候，怎么谎话变得那么溜啊？也没见你说漏过啊。其实我当时也说漏嘴过，只不过呢，被我自己圆回来了，没发现而已。某些人啊，自诩聪明，其实笨得要死。反正这笔账我一直会记着的。好啊，那老大永远记着，小弟我也永远记着。前方路已坍塌，可能需要另辟路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好，你们两个人分头探查。这。那个不是纳赛吗？他们都乔装打扮成侍卫，一前一后的干嘛呀？索图啊，精选了30个大内高手在暗中保护我，我不许他们靠得太近，以免引人注意暴露身份。所以啊，就把他们分成了3组，一组在前探路，一组殿后。果然安排的妥当啊。索图以前只是被鳌拜打压得太狠了，所以不得不韬光养晦。其实啊，他还是挺有能力，对朕很忠心的。主子，前行30里非常安全，并无异常。只是前方有一座石桥，数月前被山洪给冲塌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绕行100里外的另一座石桥。绕行100里？是啊。既然这石桥是数月前就坍塌了，为何一直没有修复？这个，看这地界，应该还没有出顺天府的管辖区吧？哦，这顺天府尹是干什么吃的？可能他们现在
缺乏经费吧？缺乏经费啊！前阵子就有不少大臣上折子弹劾，说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上个月借着给他老娘过70大寿，光是纯金打造的观音大士像就收了10几尊。现在轮到为百姓铺路修桥，他就没钱了。他少修一座桥不打紧，可所有的行人就必须绕行100里，百姓们的不便，在他眼里就这么微不足道吗？是啊，主子，主子息怒。主子啊，别生气了。这出宫一路上啊，肯定会碰到很多宫里见不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你要是每件都生气，得生气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不如这样吧，你看啊，我把这条路上的每一件事都记录在册，等回京以后慢慢的处置，怎么样？是吧，索大人？是啊，是啊，世淑姑娘说的是啊，主子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事有缓急，待我先见过书简以后，回京了之后再行处置吧。嗯。出发。这，主子，来，我们走。去，去。去。六师傅，有什么急事需要现在商量？索额图跟李公公服侍康熙小姐去了，很快就回来，我们要抓紧时间了。太子，机会难得，你看我们要不要在半路上把康熙？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欢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我们和康熙是势不两立、不共戴天的仇敌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你别忘了，索额图现在还带着30个大内高手呢。那30个大内高手，我和太子、倾城3个人足以对付，而你和康熙同乘一车，若是由你出手偷袭的话，索额图他们根本就来不及救火。让我出手？不行，我下不了那个手。你下不了手也得下。朱哥哥，六师傅，康熙暂时还杀不得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康熙聪慧博学又很勤政，是我之大敌吗？是，但我们要推翻的是大清朝廷，而不是康熙一人。就算我们把康熙杀了，这清廷也会又换一个爱新觉罗氏的子孙来做皇帝。这天下还是大清的天下，对于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并无实质性的帮助。而且，那样的话，我们的身份就会暴露。此前大家冒着生命危险才打开的局面，就前功尽弃了。但如果我们帮助康熙完成此次微服出巡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有机会在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找到铜匣，也就有机会挑起康熙和吴三桂的进一步内斗，让他们两败俱伤。这才是光复我大明的上策。是啊是啊，六师傅，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朱哥哥比我说的明白吗？师傅，我也赞成大师兄的策略。只有找到铜匣，取出了宝藏，我们才有实力聚合全天下光复大明的力量，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，才能完成大业。六师傅，你别怪薛姐姐嘛。我知道，你们一心想着为梅花门牺牲的几百口人报仇，可正是因为这样，咱们才更要顾全大局啊，对吧？师傅。